伫新的一章内底，咱相信，亲像主的应允所讲的，伫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就报顶面有，请咱做伙来读来。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伫人的软弱顶面显得完全。虽然咱是有限，虽然咱面对着新的一年，咱犹原有确实有看路，咱确实有迄个无法度把握的部分。但是咱会当掠条即句话，虽然头前有艰难，但是主已经应允咱。伊早前安怎应允保罗，伊同款也是应允咱。伊的能力要伫咱的软弱顶面显得完全。咱毋免用咱家己的气力去甲即个大环境硬拼。咱的人生毋免基督徒的人生毋免硬拼。咱是会当倚靠主，咱是会当倚靠即个智慧甲气力的源头。当咱毋知影要安怎做的时阵，咱来问主；当咱头前的甲头袂开的时阵，毋通袂记即全能的大主宰犹原伫咱的身躯边，咱求叫伊，咱掠条伊，经历上帝的同在。伫讲道开始，咱做伙来祈祷。慈悲的天父，阮要感谢你。伫过去的一年，阮体会到你无穷尽的恩典。虽然生活有所艰难，但是阮犹原看见你的油滴伫阮的路径。主啊，阮感谢你，学了你。主伫新的一年，阮犹原要跟对你，因为阮离开你，阮袂会做啥物。独独你是阮的帮赞。是阮的仰望，是阮的关怀，是阮的敬拜。主，阮知你的应允，你的恩典要教也阮用，阮就深深相信，也深深跟对。阮将新的一年仰望伫主你的圣手，互阮搁较明白你的话，互阮搁较会当顺服，搁较会当跟对。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咱今仔日就爱进行一个真要紧的仪式，就是咱要伫咱的教会，咱要创立两位的长老就是黄元在长老以及李信义长老。这是教会的一个大代志因为咱知一个长老的培养毋是简单的。安尼上帝一步一步引带，上帝一步一步带领，让来培养出上帝国度重要的人才。所以咱伫上帝奉上帝的圣名，要来创立两位长老，以及新的中级的团队要来上任。这拢是咱真正要紧，佮有咱的教会的机关首长。所以咱看见这是教会一个新的气象。教会一个新的方向，有人咧问讲，讲有别间教会咧问牧师讲，哇，恁这边选几个长老执事？讲长老6位，执事14位。我讲恁选袂少恁选袂少。为什么咱这边会增加较侪的中职？因为咱知影未来的工作真多，未来的工作真多，有可能今年的年底的时阵，咱已经会当伫新的礼拜堂内底，我毋知影会当做礼拜无啦，但是一定行入去参观应该是拢无问题的所以咱看见这上帝的引带是非常紧、非常紧的，甚至今年已经是13年。前几天我甲拜托牧师娘去甲六龟孤儿院六龟育幼院甲因联络因2014年明年的复活节，看他们能不能来新平教会这边做他们的合唱团六龟育幼院的合唱团来我们的礼拜堂做这个音乐会甲诗歌见证的主日。上帝的事工愈来愈多的进展，所以咱就需要做的同工，当然嘛，毋是干那靠中职，是靠爱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倚靠圣神的气力，好好来
服侍。所以伫这要紧的日子，咱爱用上帝的话来互相勉励正确的服侍的心态。第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勉励，做一个服侍者，咱爱清楚真理。这个真理是甚么呢？真理就是服侍的对象是上帝，毋是看人做代志。请甲边仔人，请咱做伙讲，服侍的对象是上帝，毋是看人做代志。咱一个教会的服侍者，伊的焦点必须爱伫上帝的身上。一个服侍者，伊的焦点若是偏离，就算是99%看上帝，1%注意边仔人对伊的回应，还是边仔的人的情形，伊就开始软正。有一位牧者就安尼分享，讲服侍若是自信伫上帝的服侍，绝对是袂忝的。自信掠条伫上帝的服侍，但是当发现咱的服侍开始安尼不耐烦的时候，当我们的服事开始不耐烦的时候，也许我们的焦点已经开始分散了，咱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世界的一寡部分啊。真正的服侍，毋是一种规则，毋是一套运作的规则，还是一种技巧。真正的服侍是一种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态度。真正的服侍是一个甲上帝来连接，体会到上帝的心意，靠着主的气力，将付出伫遮的至微细需要的人的身上，这款的生活方式。马大甲玛利亚的故事就是一个上好的例。马大真有服侍的热情，马大看见耶稣要来，哇！真足想要做真多的代志来好好啊款待耶稣，但是伊真欢喜做，但是伊的焦点小可偏离一个尔，小可去本来伊是拢咧想讲耶稣需要啥，我咧甲款啥，结果伊去注意到伊的小妹啊，心内产生一项物件叫做比较。伊开始咧比较讲，我做较济，伊哪会做较少？开始心内的焦点本来是注意耶稣的需要，但是开始转换方向去看到因小妹的时阵，规组都害了，你怎知影？规个服侍怎偏差去啊？伊的心内愈想愈郁卒，毋知咱服侍的人敢有即款的心情？好奇怪呢！教会我逐项事工拢咧参与，奇怪，敢若上帝敢若较祝福伊哦，敢若较无祝福我。这个什么？这个叫做焦点的偏离。焦点的偏离就产生我们心中的浮躁，就产生我们心中的不满。所以咱看到马大的喜乐的心就离开伊啊。为什么会离开？因为伊开始注意到别人的情形，伊就开始发怨言啦。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发怨言哦，服侍中间的怨言，其实是一个真好的提醒吼。真好的提醒就是提醒咱的服侍是毋是迄个人的角度开始出现啦？咱的服侍迄个对开始注意到上帝以外的代志，咱开始注意到迄个部分。伊开始怨叹讲，我的小妹来静静伫迄个所在陪耶稣坐蹛遐，拢无咧来甲我斗相共。耶稣你有看无？毋若是看到别人不知不觉的中间，也是提醒家己，讲耶稣，你有没有看到我？你有没有看到我？你有没有看到我？我为你做好多。你感觉到啥？感觉到迄款自我的开始去注意家己膨胀了啦，人膨胀了哈，人开始去注意到遐，即款的服侍无喜乐，
即款的服侍，耶稣嘛提醒讲，即款的服侍毋是正确的态度。耶稣学了的是，耶稣颠倒学了伊的小妹。所以咱看见玛利亚的服侍，玛利亚的服侍受耶稣肯定，绝对毋是服侍的量嘛。伊服侍的量拢是因的做较济，但是咱看见伊肯定的是玛利亚迄个服侍的质。迄个质是啥物？迄个质就是玛利亚坐伫耶稣的身躯边，了解耶稣的心意。而且咱看见后来的经文，甚至当耶稣迄个搬过节，伫迄个耶稣今日受苦的进程，即位了解耶稣的心境的玛利亚，竟然将伊所珍贵的真拿达的糖果，那个昂贵的香膏，规罐甲拍互破。规罐甲拍互破，然后举伫涂骹用头毛来将即个香膏抹伫耶稣的骹的顶面。你会当想看卖，所有的门徒拢无明白耶稣要受苦，干那即位姊妹，即位玛利亚，将上贵的香膏来拍破，用头毛来抹伫伊的骹的身上。你想看卖，这互耶稣心内偌大的安慰。各位兄弟姊妹，玛利亚毋是无做，玛利亚是真正，伊的心深深安静伫主的面前，伊了解耶稣需要的是啥物，伊了解上帝的心意是啥物。伫咱的教会内底的事工真多，咱有侪种无共款的角色，咱爱做，咱爱带歌，咱爱扫涂骹。咱爱带小组，或者是做主日学的老师，开车，等等，阁有真多牧师无讲到的，私底下敲电话，才会做的代志。但是教会的事工，通常上困难的，拢毋是事工本身，开车无啥物困难嘛。这个拢毋是。困难的拢毋是伫遐啦吼，你若甲主科的比起来，咱拢无算啥物困难的。但是上互咱上挫折的是人甲人中间的关系，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咱看见侪人因为这服侍的中间，服侍的内面，发现我所做的无互肯定，甚至离开教会呢，甚至就安尼感觉讲我。别人拢对我安尼来伤害我，别人拢看我无吼，然后就离开教会。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伫彼得前书的第2章的第9节，第2章的第9节，安尼形容咱基督徒，形容基督徒讲，恁是受拣选的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王，是祭司，是圣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所以咱看见要成做祭司，要成做圣洁的国度，要成做上帝的百姓，真要紧的一项就是咱毋通分心，咱毋通将咱侍奉信仰的焦点对上帝的身上刷来到人的身上。牧师甲你挂保证，你若开始注意别人对你的肯定，还是无肯定，你的服侍的路绝对行袂长。佮互你动衫，佮互你动几冬，你嘛渐渐的冷去。或者是最后，咱就发现我们的服侍只有外壳，没有灵魂。只有外壳，人是教啊，但是已经无热情啊。人是教，但是已经无气力啦。各位兄弟姊妹，这问题第一个就是咱要真正清楚，咱服侍的目标，确实就爱伫上帝的身上。你看人，你绝对会失望。你若要注意看人，你的服侍绝对是走蛇去。所以这是真要紧的。第2项，服侍真正要紧的就是爱活伫疼的内底，请做伙来讲来。活伫疼的内底，服侍是啥物？咱若是用一句话来讲，会使咧形容讲，享受主的疼，分享主的疼。咱做伙来讲来，享受主的疼，分享主的疼。捌听过一位牧者安尼分享讲，
上帝不会要你给出去你没有的东西呀、上帝不会要你给出去他没有给你的东西呀、各位兄弟姊妹，当咱要将咱的疼，咱要将用疼来服侍别人的时阵，你唔通袂记得上帝已经先疼你啊！上帝已经先疼你。伫彼得前书第2章的第10节，咱就报顶面有，咱做伙来读者哈，来。恁早前无算做是子民，现在却是上帝的子民；早前无得到怜悯，现在煞得到怜悯。咱正做一个服侍上帝的人，咱就爱会记得服侍上帝是一种恩典。因无一个人堪得服侍上帝，包括牧师，无一个人堪得服侍上帝。咱会当服侍，拢是上帝的怜悯，拢是上帝看讲，这个虽然无下标准，但是我听因，我伫耶稣基督内底来使用，来竞选因。所以服侍者绝对毋通骄傲。我有服侍，你无服侍，所以我比你较好，无即款代志。虽然咱互上帝经来服侍，但是咱有缘是上帝的怜悯，咱才会当参与伫服侍。但是咱服侍的人嘛，毋通自卑，嘛毋通自卑讲啊，上帝啊，我啥物拢袂晓啦，咱毋免自卑，因为咱会记得上帝呼召咱是要爱咱诚做啥物呢？爱上帝看咱，上帝使用咱是爱咱诚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所以总讲一句，咱服侍的态度应该是搁谦卑，搁荣耀。请做伙讲一来，搁谦卑，搁荣耀。咱伫上帝甲人的面前，咱是谦卑，因为咱知影是上帝怜悯咱才有这个机会。但是咱毋是因为谦卑，所以感觉家己拢爱人家一截，毋是，因为咱知影会当成做万王的王，这位创造宇宙的主宰，互伊所使用的是阳光的。有一个仙语叫做狐假什么？狐假虎威啊！我们可以稍微用这个概念啊，就是讲咱家己是无算做是啥。但是咱毋通袂记得，咱是上帝伫咱的后面，咱亲像那个钦差大人安尼啊，钦差大人哦。所以讲，摕圣旨献出来，人就爱伫伊头前，就爱跪落去。毋是因为这个人足厉害，是因为伊刻是圣旨，迄个上帝会使用伊这个荣耀，所以咱来互相，咱来敬重。所以咱伫同工之间、兄弟姊妹之间，也应该爱有这款的观念。咱对别人爱有一个谦卑的心，但是咱看别人，毋通袂记得伊是上帝的百姓，毋通袂记得伊是上帝的奴仆，我着爱敬重伊，所以咱伫服侍的中间，伫服侍的内面，咱爱注意，咱毋通常常私底下来互相批评。哦，讲迄个人做了安怎？啊，这项代志做了安怎？咱互相批评来批评去，敢若咱是教会的头家共款。事实上，咱毋是教会的头家嘛。啥物人才是教会的头家？是上帝，是上帝。保罗就安尼讲，讲你毋通袂记得伊有伊的主人呢。你批评这个奴仆，你毋通袂记得伊的主人，伊有伊的主人呢。安尼咱来批评，这是一个咱着爱谦卑，然后看别人是有荣耀的。第三项，咱一个正确的服侍的态度，咱会记得爱怜悯敬心。请做伙讲一来，爱怜悯敬心，真最终极，真最任何的服侍者，其实来讲，应该是每一位基督徒，咱拢着爱日日换新咱的性命，因为咱知影基督徒性命的溃烂是甲迄个圣神的关系，甲圣神的连结的关系。
所以耶稣提醒咱每一位基督徒，咱做伙来读好无？来，约翰福音15章的第50来。我是葡萄树，恁是枝，常常伫我的内面的，我也常常伫伊的内面。这人就结多多果子，因为若是离开我，恁就袂会做啥物。耶稣安尼形容。伊甲咱的即个关系重要性，关系重要就亲像树啊甲树枝共款。树啊，若是无连伫树枝顶面，一工两工无代志，因为佫小可淡淡。但是若是一礼拜两礼拜咧，叶啊就开始变色啊，对吧？叶啊就开始变色。啊，若是即个无连结的情形拖一两个月咧。迄个大泡泡用要会当摕去烧啊！各位兄弟姊妹，各位咱亲爱的同工，咱的服侍是毋是应该爱是连接伫主的服侍咧？咱的服侍敢会使离开主咧？伫即节的后一节第6节，我无印伫周报顶面，即节真严肃，甲咱讲。讲第6节，第15章的第6节讲，人若无点伫我，就受气杀伫外面，亲像鸡煞孤单，人扣因迄落火就烧去。后一节讲到讲，咱若是离开了主，若是袂会做啥物尔，咱离开了主，咱就渐渐到最后就是孤单打去。打去的树枝，你敢会留伫厝内？打去的树枝，恐惊就扫伫外口，甚至放伫火做茶来甲烧掉。各位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爱做有路用的基督徒，咱做基督徒爱做有活命的基督徒，咱做基督徒爱做一个有上帝性命流露的基督徒。咱做的服侍者，伊的服侍就亲像打的树枝共款。打的树枝，若伫涂骹拖的时阵，迄声音是安怎？啪啪叫对无？啪啪叫。树枝安尼，树叶安尼，哔哔啪啪，哔哔啪啪，哔哔啪啪。有时阵咱嘛是共款。咱的服侍就亲像迄个打起的树叶啊共款，哔哔啪啪，哔哔啪啪，哔哔啪啪。什么叫做哔哔啪啪？就是一边做一边念嘛，对无？一边做一边念，哔哔啪啪，哔哔啪啪安尼。哎呀，拢无欠缺了上帝迄个活水伫伊的内底。我的树，恁咱若甲摸的，我的树啊，这足紧就打起啊吼。但是伊即摆佫淡淡的时阵，你甲摸，伊是有弹性的。有活命的树枝是有弹性的，伊袂小可拗一个就逼一个，拗一个就逼一个，因为伊是有迄个树的水分、树的汁伫伊的内底滋润伊，而且这滋润佫会互伊结出水的果子。一个哔哔啪啪、哔哔啪啪，伊绝对结袂出果子的。各位兄弟姊妹。咱若是咱的服侍，若是真正亲像这高大的树枝，拢发出这属伫世间的声音。咱所服侍，敢若剩这人情世事，或者是咱的早前的服侍的经验，无怪教会无法度进步，无怪咱服侍10年、20年，咱犹原。迄个甲上帝的关系犹原停留伫迄个所在，所以真正要紧的是追求甲上帝的连结。咱请咱做伙讲一个，服侍爱追求甲上帝的连结，请做伙讲来。诗篇内底讲，迄上帝的恩典，就亲像乌蒙山顶面的迄个露水。甘露安尼流落来，亲像油共款伫阿伦的身上咧流落来，对喙手流落来，流到伊的衫的顶面安尼油，金。各位兄弟姊妹，咱的服侍是爱追求即款的，追求即款充满着迄
迄个圣神的恩典甲咱伫地，带着圣神的活力会甲咱伫地，含耶稣服侍拢成亲近上帝咧。含耶稣服侍都亲近上帝，咱敢会当，咱敢会当无灵修来一直服侍呢？咱的服侍就会真正欠缺。第四项，咱会中大成熟，服侍爱中大成熟，请做伙讲来。服侍爱中大成熟，服侍毋是事工，服侍毋是完成事工。虽然咱有真多的事工来交代，但是服侍毋那是事工，服侍是咱每一位基督徒生命的显现。既然是生命的显现，就爱成长，就爱成长。囡仔就爱会大汉，才是健康。菜做光真古锥，乌白蛋都现时都自得其乐，真古锥。伊若是2年后共款甲我即款表现，我就昏倒啊，对无？2年后起来现时嘛是带遐，大家要做我害啊，我已经去找伊去照料啊。但是咱是毋是安尼呢？咱信主嘛应该5年前的信仰甲5年后的信仰，哪会使同款，甚至是退步咧？生命，生命，生命，生命就爱成长，直到有基督的疼，基督的生命伫咱的内面来成长起来。听主的态度爱成长，咱对人的包容甲怜悯爱成长，对真理的认捌爱成长，咱甲同工兄弟姊妹的关系爱成长，咱的服侍奉献的热心爱成长，咱对传福音的热情爱成长，咱爱学习一个囡仔甲大人有倒一项无共款的。囡仔甲大人一项真大的差别，就是大人爱学习为家己负责啊，爱学习为家己负责。各位兄弟姊妹，咱的灵命嘛爱学习为家己负责。咱以前拢会当讲这无主日老师无教我教，啥物无教我教，啥物无教我教，团课无教我教，啥物无教我教。但是一个成长的人，伊会家己追求，伊会家己来灵修，毋若是等人甲讲，伊就爱家己来追求灵命的突破，毋通停留伫过去的信用经验。咱的灵命爱进步，这个进步有时阵毋是敢若伫迄个所在等人引带你爱来追求。现代的基督徒实在真有福气，咱有侪遮的资源，毋管是册还是电视的节目，咱有真丰富的资源。所以讲，咱真正爱把握这个上帝互基督徒一个台湾基督徒一个真祝福的机会，咱应该好好来追求进步。咱看见台湾这个传福音的道路也已经受拍开，咱应该抓牢这个机会，好好为主做见证。好好来传扬主的福音。咱身躯边的人以前拢讲信耶稣死无人靠，即摆做一个讲即句啦。你毋着去找迄庄脚90岁老阿嬷，伊才会甲你讲即句。甚至伊的观念嘛拢改变啊，讲信耶稣嘛袂歹呢，因为伊拢看老三讲过嘛，无怪伊讲信耶稣袂歹。把握即个上帝互咱的机会，好好来突破咱的灵命。最后咱讲着服侍。爱追求的是天顶的报赏，请做伙讲，爱追求天顶报赏，毋通追求地面上的报赏。服侍人毋通追求地面上的报赏，毋通追求地面上的利益。我真正捌听过讲，讲。以前伫一间教会有一个情形，讲团契有一个会友讲，有一个客友拢无要来团契聚会，后来进一步了解，讲原来会长会邀请伊去听保险公司的讲座，伊无想要拍歹关系啊，伊无想要拍歹关系，最后伊选择安怎？
伊选择就无来团契啊。我兄弟姊妹，咱服侍上帝，毋是要地上的利益啦。咱服侍上帝嘛，毋是要地上的名声啦。咱服侍上帝，毋是要甲人推销啥物物件。咱嘛服侍上帝嘛，毋是要为着地面上的，遮的一下仔就过去啊，一下仔就过去啊。使徒彼得勉励咱，伫第5章的第40讲，到末中就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时阵，恁就要得到迄个永远袂退、永远袂歹的荣耀的冕旒啊！咱毋是就是将地上的遮的会过去的物件放下来追求即个袂过去的物件吗？竟然咱阁来到即个服侍中间，咱阁倒去追求迄个会歹去的物件吗？安尼毋是足好笑，安尼毋是足好笑。那安尼，咱就无应该开费时间伫即个所在啊，毋是吧？地上的名利拢亲像扑云来散去。希伯来书第12章的28节，我想即节会当成做咱服侍者一个真要紧的心态，请咱做伙来读来。所以咱既然得到迄个袂震动的国，就着感恩，照上帝所欢喜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上帝。服侍是咱已经知影咱的报酬是啥。咱服侍，咱诚做基督徒，咱服侍上帝，军队上帝，咱已经知影咱的报酬是啥。你不用怀疑，那个服饰，那个国度是不会震动的。迄个国度是甲地面上银行铺仔的存款是无关系，因为银行铺仔的存款你砸袂到天顶，所以迄是无关系。嘛，甲咱伫地面上所徛起的厝是无关系，甲咱所开的车是啥拢无关系，甲咱的手机啊用啥物牌子嘛无关系，甲别人安怎看咱嘛无关系。因为上迄个是袂震动的国，是天顶的国。既然咱已经真清楚上帝的应允是啥物，咱就得用感恩的心来服侍。用上帝所欢喜的态度来服侍，用敬虔的心来服侍，用敬畏上帝的心来服侍这位全能的大主宰。咱做伙来祈祷。主庇的上帝，阮要感谢你的恩典。伫新的一年内底，阮看见你竞选你所下用的罗卜，诚做新任教会的同工。主，阮知因是你特别所竞选的，但是阮也深知，阮每一位兄弟姊妹虽然无当真，但是每一个基督徒拢应该是服侍者，拢应该爱参与伫上帝国度的服侍内面。因为阮毋是看人做代志，因为阮毋是靠着家己的气力，服侍的开始到服侍的报酬，拢是上帝。人一点仔都袂夸口者。阮感谢你，互阮遮个无通夸口的囝儿，会当成做你所使用的器具，将荣光归伫你。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